台南400盛会明年就要正式开始，议员周家伟透过总理顺以点名各局处的任务来检讨，包括新任观光旅局局长到底当时就任。对此，市长回应，预计7、8月就会到职，来积极配合新闻处媒体宣传。面对2月台南400第一波台湾灯会登场，议员建议一定要串联中西区现有灯会效应。加上甲业务合作主题会顶活动，用上低成本发挥上大效果。在我中西区的范围里面，现有的灯会很多地方有，包括了消防史料馆也有，包括了成功灯会。好，那我们希望是不是在赤坎楼这里可以衔接上？好，跟这边的当地的团体一起讨论，来衔接上灯会的位置。那一路再往下衔接到普济灯会，到神农街，然后最后再到对院门这个古迹。我们希望是不是在一个古城区能有机会，透过民间的力量，一起把这个灯会串联得更完整。是，我也觉得其实这样的串联很有意义啦哈，因为也跟议员做一个说明哦。这一场灯会其实对我们来讲，除了既有台湾灯会的架构，我们其实是从盐水跟龙旗去展现我们对环境跟光节的这样子的一种新特色嘛。第3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城区内这个既有的传统怎么被展现跟串联出来。期待其实各地的大的公庙哦，能够用把自己点亮的方式也共同参与啦。啊，所以我们也在把。跟这个张局长，你感觉这种想法，恁家有法度做伙配合来讨论看卖无？跟议员报告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关于庙宇灯会这个部分哦，你想讲那个K8的部分，我们也找了好几家的大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庙宇的部分，都会处理，他们会自己那个筹备经费来处理。台南争取明年办台湾灯会，不过议员反映公车徛牌伫夜间并无明显，加上无法度显示第一时间到站顶出现有卡落差，要求交通局苏可伫灯会重点区域一定要积极设立智慧徛牌，增加观光效益。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